时获得美国免签的计划，对这个你怎么看？我们还挺有经验。这个其实也是另外一个说明啊，就能够说明这个我们跟美国的关系确实是在这几十年来最好的情况了哈。那我们也会继续努力来维持这个好的关系啊，让我们台美之间不论在经济贸易或者是在人民往来上都持续的有这种互利互惠的这种互动。我想请问一下，就韩国瑜韩市长针对一例一休说当选后要废除但后来又改口说是要重新调整。他对于就是他身为总统的参选人，对于政策的反复不定，你有什么想法？对，总统参选总统其实是蛮严肃的事情，很多的政策的准备也必须要比较充分啊。那对事情的看法跟立场也要有一定的定见嘛，哈，不是为了批评或者是信口开河哈，为反对而反对，这些都不是在参选总统的应该有的一种态度。总统想要请教一下他跟去访美，这样政府怎么看？去不去访美，我想是由他自己做最好的决定嘛。那尤其是他会考量到这个访美跟他的这个总统的竞选啊，是好是坏，他有自己的评估了哈。那但是呢，不管有没有访美了哈，那任何一个参选中华民国台湾总统的人哈，对于区域的情势，还有跟我们主要友邦之间的关系的重要的议题啊，都必须要熟悉，而且要有一些清楚的立场的表达哈，而不是含糊以对。这件事情基本上还是照民进党的传统啊。还是由党中央来主导的了哈。那我们也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党的内部要有充分的沟通跟讨论哈。毕竟这张名单还是要在中执会通过哈。那中执会通过的门槛其实是蛮高的，所以这张名单必须要有足够的党内的共识哈，才会顺利完成。